哦，这帮师傅咧教，帮师傅咧教哦，这要骨头哦，这烧烫烫爱骨头，啊捞线哦，啊个枪风枪凉，赶紧吹好凉，哦，吹好凉，咱会当放冷冻，好，吹好凉，咱会当放喺冷冻里，要准安尼，哦，这条骨头，真老。这骨头拢会长足大哦。我安尼唔着用足地香骨头啦，我用几啊包香骨头吼。哦，佢做遮济骹吼，遮济大骹桶遮济吼，爱用足地香骨头。啊，老冷好，拢去出烟嘞，老冷。吼，啊电风吹咧，吹到凉，赶紧凉，会当放在冷冻库，冰诶放在冷冻库保存诶，较袂歹。哦。啊，温啊，就会使放冷冻库，还是要全部拢冷？全部冷。啊，全部冷，咱会使放冷冻库。哦，啊，温啊，袂使。哦，安尼功夫就是爱安尼，足认真诶。哟，还佫装规包那冰诶款哦，装规包那放冷冻库咧。啊，这帮师傅啊，啊偌久要佫过钱啊？钱了啊！这算钱了，这算钱了，较芳啊就对了。哦，这算钱过啊，较芳啊啦。这拢钱过较芳啊啦。哦，原来这毋免加粉落钱啊吼。免。哦，这种直接钱啊啦，哦，安尼好，钱过就加足芳啊啦。哦，啊这片会当片就芳。哦，我爱去过安尼捞要做较紧冷的安尼，啊电风吹，这支电风就较无吹啊强，所以啊。有要挑较大无？放来讲。啊，迄个爱迄边仔，爱边仔走啊，边仔。无啊，迄当安尼啊。边仔走，对边仔去钓啦，对边仔爬过卡去钓啦，你啦，袂呢？要较强的呢。